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玄学啊。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说这个玄学不仅在国内很火啊，而且已经火到了海外，就是玄学，中式玄学或者叫风水学。这是每日人物他的一篇报道啊，标题叫第一批靠玄学出海的中国人已经赚翻了。真是没想到啊，咱们天天说出海，企业出海，文化出海，结果这个玄学捷足先登啊，他倒是先出了海，而且第一批靠玄学出海的中国人已经赚翻了。玄学水晶风为何席转海外？世界各地的办公桌上可能都有一棵发财树在等待开花结果，肤色各异的手腕上或许也都有一串水晶手链，被寄托了升职加薪的愿景。无论是西方的占卜还是中国的风水，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当现实的努力卷无可卷，运气就成了唯一能倚仗的期待。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他说，水晶中式玄学出海的排头兵，他不到半年时间，周丽已经从国内背了2批水晶去墨尔本。最近的一次，他原本只计划买5万元的货，最后却花了10几万元，统统砸在了水晶上。周丽之前是一名澳洲留学生，现在定居在墨尔本。大概从去年开始，他发现水晶，尤其是能跟中国五行文化沾上边的水晶，开始在国外越来越火。一开始他只是在社交平台看到越来越多的讨论水晶的帖子，后来身边的华人社群也开始聊带什么水晶有什么寓意，但是当地卖水晶的人并不多。他渐渐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商机，便开始做起水晶生意。卖水晶最重要的一步是自学玄学，不同的水晶代表不同的能量，搭配起来效果各异，没有人会深究其中的道理，相信的人自然会为其买单。说周丽最初走的是定制路线，每个周末他在墨尔本市中心的星巴克和客人碰头，根据中国的五行能量为每个客人定制专属水晶手串。今年2月份，他将租住的公寓楼改成了线下工作室，才有了固定的店铺。当金发晶和绿幽灵被冠上能招财和助事业的寓意，直接卖断了货。有的客人一星期来店里消费3-4次，几千美金花出去，毫不手软。周丽的店营业的第1周，装修和人工费已经回本，看着这真是一门好生意啊！一周就把这个装修的钱、人工费就赚了，那接下来3周那是净赚呢。说近2年，中式玄学带着自己特有的神秘力量顺利出海，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风水玄学成为财富密码。说在 TikTok 上，风水这个词就是拼音风水搜索量超过30亿，播放量破100亿。他不少华人博主在转行风水玄学赛道后，迎来了泼天的流量和巨大的财富。看着在海外玄学，中式玄学那是纯粹的蓝海这个赛道不怎么卷呢。说唐先生是一位美籍华人建筑师，原先他只是在 TikTok 上分享家居设计，一直反响平平。2021年开始，他开始分享如何利用中国风水给外国人改造房屋，一下子爆火几年时间，他成立了工作室，全网账号涨粉320多万，还有人专程来请他上门看房子的风水布局，一次就要4000美金，视频和订单的收入加起来年入1000万人民币。这个比带货比卖货强多了。他的账号里一条播放量破1000万的视频，讲的是该如何在卧室里摆放床的位置，床不能挨着门，太多能量会进入眼睛，枕头不能挨着窗户，不然身体会产生浮动的感觉，床尾离门不小于1英尺，否则是个死亡位置。国外的网友称他为神秘的东方男人，不少人愿意按照他的方法更改自己房间布局。还有更为小众的赛道也趁机蹭上了风水的热度。一位自称是第3代传统风水传人的华人，一条介绍办公室摆哪些植物能聚财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30万，令他火速出圈，被粉丝们称呼为风水植物女士。视频背景里摆满了各种植物盆栽，满屏的绿色扑面而来。
他用简单直白的字幕向大家介绍虎尾兰、摇钱树能聚财，容易存活，黄金葛是风水中不太好的植物，兰花适合放在客厅，而竹子并没有风水用途。当然了，他说这些植物有没有为其他人聚财不好说，但是为这个博主那可是真的叫聚财了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说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一盆植物的平均客单价$40以上，接近300元人民币。说就连中国短剧也没有放过玄学的风口。今年广西上海新城短剧出品的《错炼神功，祸乱江湖》在海外用7天时间突破了1亿的播放量。和西方的魔法世界不同，剧里的中式江湖讲的是神力道法，以至于很多外国网友在评论区疑惑筑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众多出海的中式玄学中，最出圈的还是水晶。说水晶仿佛是站在了中西方玄学的十字路口，无论是中国的阴阳五行，还是西方的塔罗占卜，都能找到在水晶上找到的故事和渊源。不久前的母亲节，亚马逊平台上爆款礼物是一颗高25厘米、镶嵌约300颗天然水晶珠的生命树摆件，大部分商家的水晶产地都写着中国。说对外国人来说水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再加上来自东方一丝神秘感，因此成了中式玄学出海的排头兵。这个玄学水晶风从哪儿开始刮呢？事实上，和黄金、玉石相比，水晶本身的成本价并不算高。这玩意在河南卖对吧？论吨的这到了海外就变成论颗。22岁的宋宇从去年开始进入水晶赛道，在国内卖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同样的产品在国外的利润要高很多，便开始琢磨怎么把货卖给外国人。他说和中国人的购物习惯不同，在国外人们更喜欢在品牌自己的网站下单，而非购物平台，也就是在那个人家直接在那个品牌的那个店铺里面直接跟品牌买，不喜欢在什么第三方的这个购物平台。他说因此如果在小红书上搜索跨境卖水晶，跳出来的帖子大多数都是教人如何建立品牌的独立网站。海外社交媒体的营销也必不可少。宋宇很快建立了自己的账号，把 logo设计成了东方龙的形象，宣传语是用东方古老的耳语唤醒你内心力量，再配上平安扣竹叶背景，每一种中国元素叠加，都在为水晶销往国外的定价添砖加瓦。宋宇说自己做的是偏大众化水晶，即使这样，在国内卖100元左右的水晶，在国外定价可以翻几倍，一条水晶手串的利润能达到400到500元。当然了，你国外的成本也高人工费对吧？快递费、运输等等吧。但即便这样，它利润还是很丰厚在国外，市面上均价几十到上百美元的水晶手链，追根溯源都来自中国江苏的一个县城东海，人称世界水晶之都。这个我昨天节目说了在中国有很多世界之都，云南的曲靖就差点成为世界光伏之都还有世界钢琴之都、世界这个婚纱之都、拖鞋之都、打火机之都、尿不湿之都都有那么这个江苏东海就是水晶之都。东海这次刮起来的玄学水晶风，前些年无人问津的水晶，因为能量学开始广为人知，商家们都纷纷想抓住这波红利，甭管懂不懂，先在门口贴上金木水火土五行定制水晶的标语。再说社交媒体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去东海淘水晶的经历，不止水晶有五行能量，就连东海卖的菜卷饼也分金木水火土，大吉大利鸡腿菜卷饼的价格最高，要10块钱一个。说年初开始，东海附近的酒店和饭店基本爆满，来淘货的客人一批接一批，小径的生意也跟着忙碌起来。以往中午才去市场淘货，下午6点就下班，如今早上8、9点就得去，一直忙到晚上。来小径店里的客人大多数也目标明确，要么拿着明星直播间带货的图片问同款，要么进门就直接喊老板算一卦，再挑选符合运势的颜色和款式。今年小径也开始在线上运营社交媒体，账号名字的后面特意打括号注明可五行定制，销量相比往年翻了4、5倍，一个月能达到几千单。这里面主要介绍身在东海的这些年轻人呢，怎么样在网上卖这些水晶卖到国外。
这个文章写啊，说全世界年轻人的心理安慰剂。他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推，其实外国人对中国玄学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早在15世纪，移民的华人将风水带入东南亚。新加坡著名的鱼尾狮狮像面朝大海，背靠银行，被称作风水极佳的位置。在美国，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20余所大学都开设了易经风水学的课程。亚马逊平台上超4万本带风水关键词的书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出售。甚至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经是风水的忠实信徒。上世纪90年代，特朗普曾投资接连亏损，甚至濒临破产。1995年，他邀请一位香港风水师改造川普国际酒店大厦，原本朝南的大门改为朝东，并在大楼前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球，意在转移负能量。你要从特朗普现在的境遇来看啊，那跟他那个1995年改风水有没有关系呢？对吧？他的白宫的2进白宫啊，而且现在他成为这个搅动世界局势的男人。就我感觉啊，这个风水师把他的门口放了一个金属球这不是转移负能量，这是增加了负能量即便进入 AI 时代，无论是 ChatGPT 还是 DeepSeek 都没有逃过成为人类赛博算命师的命运。打开对话框，输入出生日期和玄学指令， AI 就能看似有理有据地输出一段人生剧本，包括性格特质、事业财运、感情正缘，甚至连某天会做什么事都能推测。那也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用这个 ChatGPT 用 DeepSeek 来算命这玩意人工智能还没有在别的地方找到它的这个叫价值，结果在这个玄学领域先用起来。说周历明显感觉，无论中外，玄学已经变成了全球年轻人心理安慰剂。水晶、风水或者其他的与玄学相关的产品，大家还是在为自己的情绪消费。说一位中国留学生尝试在纽约街头摆摊给外国人算命，后来他把算命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媒体上。视频里一位外国女生问他，搬家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20几岁我的经济状况会稳定吗？大家才突然发现，原来全世界年轻人担忧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飘过的弹幕里有人在发3个月后日子就好起来了，不知道是在安慰视频中的外国女生还是自己。还有一位在法国的中国博主，万圣节的时候在街边兜售各种可以烧给去世的人的纸制品，有苹果手机、LV 包、泡面桶之类的。有一个路过的外国大叔特意停下来，为自己的刚刚过世的小猫买了一捆纸钱。俗话说得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就像中国的年轻人也热衷于星座和塔罗牌，玄学这件事似乎离得越远越神秘，而神秘往往代表了更大的灵验的可能性。不管是买一个平价的水晶手串、植物摆件，还是花高价请风水师，所有人求的不过是，无论是在哪个玄学体系里，自己都能是被好运眷顾的那一个。世界各地的办公桌上都可能有一棵发财树在等待开花结果，肤色各异的手腕上或许也都有一串水晶手链，被寄托了升职加薪的愿景。无论是西方的占卜还是中国的风水，相同之处都是当现实的努力卷无可卷，运气就成了唯一能仰仗的期待。他这个文章还借鉴了很多文章，这很多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界面新闻报道叫华人买家的风水执念催生新商机。澎湃新闻中式玄学在海外杀疯了。泰媒体叫海外爆火的中式玄学，古老文化如何成为新晋财富密码。连云港日报叫东海水晶璀璨链全球。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就这个中式玄学，首先为什么在国外这么火？按照媒体报道说很火，但是我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有在海外的可以说一说你身边是不是这种玄学比较受欢迎？按照媒体的说法这个咱们出海对吧？别的东西出海没怎么样，但是这个玄学风水出海看样子是顺风顺水一路高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就我在想它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跟我们的移民有关系世界各地只要是移民的地方，允许移民的地方那都很多，华人又喜欢聚集。这个我想这个除了俄罗斯，你看中国人不爱去那儿移民，中国人对俄罗斯就是发自肺腑的爱，但是他不愿意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美帝那是发自肺腑的恨，但是就是愿意去，对吧？连加州老师都跑到美帝那儿买房子。
把儿子的送到美帝那儿去。这个美帝就是招恨体制啊，对吧？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叫唐人街，中国人本身就多，对吧？然后这个而且中国历史原因吧，对吧？一代一代的移民，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都是说中文，那这说中文，或者你再扩大一下吧，这东亚文化圈都差不多，咱们的文化说来说去差不多，所以说这个它人数众多，对吧？移民的历史时间也比较长，又形成了各种这个中国城、唐人街，对吧？这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吧，中国的这个以 TikTok 为代表的这种社交媒体风靡全球，这个是你不能忽视啊，因为它只要带了中国基因，对吧？它最早的原始的这个内容啊，它就受中国文化影响，对吧？那包括后来的啊，什么诗音啊，什么特姆啊，这种购物平台，它也是中国的，那它的里面就带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因素，对吧？这个你是没法抹灭的。那随着这些的流行啊，那这个中国文化呀，它多少它都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啊，也拜这个美西方政客、媒体所赐，他们不停的在宣传中国的是竞争对手，对吧？中国现在很厉害、很强大，尤其是美国嘛，它的宣传肯定是说中国厉害。你不管宣传厉害还是不厉害，总之你宣传多了，那他本国的人民老百姓啊，他肯定就对中国充满了一种叫想了解、好奇、兴趣。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啊。甚至有人认为，对吧？年轻人他就认为中国很厉害啊。他对中国的文化甚至有那么一点向往，或者当做时髦，当做潮流。这个你看啊，很多这个外国的博主啊，到了中国，对吧？他那种新奇感，那种宣传，包括那个小红书上对战，对吧？中美网民啊，在小红书上对战，这个都会对这个海外的这些外国人呢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产生兴趣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几方面的原因的综合之下，中国的玄学在海外受到人的关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啊，我认为在海外的这些玄学、中式风水，它的消费群体啊，还是以华人为主，对吧？外国人肯定有啊，白人、黑人，对吧？肯定有人相信这个或者为这个买单消费，但这个恐怕不是主流，主流的还是华人，因为风水和玄学跟你的文化密切相关，对吧？那印度人在喝恒河啊，洗一下，或者在里面喝点水，他就认为那个，对吧？那是一种文化意味，就是一种宗教仪式。但你说中国人去了，他根本接受不了，你让他喝那个水，他还拉肚子，是不是还得病？看着就恶心。你如何说服一个中国人去恒河里面去喝那个水？除了是拍视频啊、搞流量的需要之外，没人会接受的。这不就是文化不同吗？但是印度人觉得，对吧？每年得花多少钱，对吧？必须要去，就是诸如此类的啊。那你比如说，藏族人家要转那个神山冈仁波齐，这个对吧？对很多这个不相信的或者对这个无感的人来说，他就觉得有那必要吗？那在那儿转有什么用啊？我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啊，风水这玩意，那还是跟文化还有关系的。你对这个文化一点都不了解，那风水对你也没有用的，它这个起不到那种心理暗示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媒体宣传的什么海外玄学热啊，中国风水热，恐怕那个消费者啊，主流的群体还是华人。大家知道，在国内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短视频平台或者是微博上面，你不能搞玄学啊。你说你给人算命，他马上就把你取缔了，对吧？马上把你账号给封了。你推荐什么玄学，反正现在这个玄学这个一直在是这个整顿打击啊严控的对象。那在国内啊，那到了海外没人管，所以海外你就随便吹，对吧？你就到了那个美国，到了澳大利亚，你就随便宣传，就那个叫野蛮生长，很正常吧？国内是不行的啊，国内的那个隐晦非常委婉，它的打擦边球，不能直接，这叫什么？这叫宣扬封建迷信。我想大家都明白啊。所以你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就没这回事，随便，对吧？在澳大利亚，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吧？那这个比如说你要在美国，你再搞个网站，或者你在这社交媒体上，你就疯狂宣传这个风水学，这种水晶能量球，没人管你啊。这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另外一个原因啊，这个所谓的中式风水玄学，它某种程度上有合理的部分，我们不能说它全是封建迷信啊。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一直强调啊，你比如说风水学，它不完全是糟粕啊，它有很多地方是跟现在的这个环境学啊，跟现在的这种空气，对吧？人文自然、青山绿水，它是密切相关的，对吧？你家旁边的那个小河是个臭水沟，全是污水黑水，你说你住那儿你好得了吗？对吧？
吧？你家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河非常清澈，泉水叮咚，完了这个前面是对吧？青山，空气好，那你说你住在这种地方，心情都要好啊，心情一好，你做什么事恐怕都要顺利一点。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叫风水学，不全是那种糟粕啊。比如说文章里面介绍的床怎么摆，这个床怎么摆，它也符合这个科学规律啊。不信你自己可以回去试一试，对吧？你床一般的咱们中国人的床都是东西朝向这么放，你很少南北朝向放。什么时候南北朝向放呢？就是里面部队里面也可能啊，反正这些地方都不信邪，对吧？只是说床不能对着门，离门要多远，这些都是生活常识啊。就是说实际上是方便。你床对着窗户啊，尤其睡觉的时候头对着窗户，这容易感冒着凉不是吗？有的时候窗户没关好，对吧？这漏风，你这一睡早上起来头疼，吹了一夜，这都是对吧？这都是很正常啊，符合这个科学的，它不是玄学。所以我说啊，这个中国风水它有这个合理的部分，当然了，它也有糟粕的部分，对吧？不要算你的生辰八字，对吧？根据你的生辰八字啊来决定这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这个恐怕就没有什么道理了。这些玄学啊，风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文章说的也对啊，就当你努力不管用的时候，最后只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玄学上面，希望它能给你带来一些转折，带来一些改变。至于管不管用，那是因人而异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心诚则灵，你心越诚，这个心理暗示作用就越有效，也可能导致你自我激发，对吧？这个调动自身的这个能量，小宇宙爆发。最后啊，这个也说明了啊，这个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和融合。在过去啊，我们习惯于接受，对吧？西方的文化，就比如说吧，这叫星座，这个星座不就是典型西方的吗？咱们是没有这个什么白羊座啊，对吧？你是什么星座的？现在反过来，你看外国人开始慢慢的接受咱们的风水玄学，这不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吗？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因为咱们和对吧这个海外其他国家这个法治啊相比啊，有很大差别，所以像这些封建迷信在海外可以大行其道，不用担心。那在国内就不行，对吧？国内就很容易成为杀猪盘，会让你倾家荡产，对吧？你越信你就越惨，对吧？这样的悲剧非常多。但是在海外，对吧？你想割人家韭菜也难，不太容易，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治，从小他们的教育不太一样。我们从小是一种叫非黑即白，人分好坏，这种二极管式的教育，所以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啊，培养出来的人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被割韭菜，很容易被杀猪盘盯上，很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海外不是没有诈骗啊，也有，但是你说像咱们这么普遍，对吧？在国内诈骗你不让搞，你打击他跑到缅甸，你把他倒了，他跑到迪拜，跑到印尼，然后他们都是主要诈骗对象都是国内，但是他也有诈骗海外的啊，那都是少嘛，主要诈骗国内。那为什么呢？那只能说明咱们这个人，对吧，适合被骗。所以说如果你要在国内搞这些封建迷信，恐怕很多人要倾家荡产。但是海外他不管，非常宽松，也没见多少人倾家荡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玄学啊，这墙内开花墙外香。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